力去揾其他工，去跳槽去轉業嘅。咁我就覺得呢一個呢，其實係澳門好大嘅一個問題，就係話呢，當我哋而家個個人都話21世紀係一個最重視人才，人才係最值錢嘅世紀嘅時候呢，咁偏偏呢，我哋因為呢個賭業呢，我哋就有一班我哋可以話係低技術同埋低技能，同埋呢，佢冇乜其他工作經驗嘅一班人，長期會喺呢一度。咁所以咧，當我哋每一次個經濟結構改變嘅時候咧，呢班人咧都會受影響，同埋對於整體澳門嘅競爭力都會成影響咯。係啊，所以呢個震盪其實係可想而知，即係又好難怪佢業界或者係政府方面係淨係培訓佢呢一方面嘅技能嘅，因為而家我哋只不過係行咗幾年，問題喺政策或者係宏觀嘅措施上面係應該早有準備咯。就唔應該嗱，我舉個例子就係、我知道咧就係即係嗰個發牌制度發咗牌俾賭公司咧，佢哋係點樣係分配？比如係自由行嘅客幾多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嘅遊客啊、本地客啊、香港客啊咁樣，應該有一個心中有數啊嘛，心中有底啊嘛。但係以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嚟講嘅賭場嚟講咧，係有咩？係好嚴謹嘅數據收集，然之後係有一個數學模型做晒點樣嘅狀況底下又點樣？問題我哋冇啊嘛。即係即使係我哋而家講緊嘅龍頭產業尚且如此，即係有某程度上係好似中小企咁樣運作嘅。咁美資嘅尚好啲啦，咁其他嘅就唔好講啦。只不過係一種以旅遊局統計局嘅數字為基準，佢哋就想當然去推論咁樣，以經驗嚟掛帥就唔係用科學嘅眼光嚟去做。好啦，咁樣落到去嚟講，你希望佢哋點樣做一啲點樣多元嘅培訓課程？呢個係不可思議，亦都冇乜可能。因為佢哋仲未即係管理層都尚且未習慣，咁何況係下面嘅員工。咁所以我哋成個城市咧，其實都面對就係個眼光就係比較狹窄嘅睇嘢，就唔會話考慮到如果我冇咗呢份工，我哋係咪需要早一啲考慮到？喂，真係輻射到外判到咁多嘅情況，咁多人晒隻，我哋應該係自己去揾啲嘢去學啊，準備有兩手咁樣。有唔係冇，不過係唔夠咯。嗱，問題就係危機感嘅問題啦。就問題，正如黃東就講，已經睇到晒隻睇成咧，我哋係咪就要等到政府出手咧？因為要自己出手咧，即係等到佢爆煲嗰陣。係啦，其實應該係兩方面都要出手，你自我又要增值，跟住政府又要規劃。咁其實今次嘅事件咧，其中有一個報章嘅評論咧，其實都好嚴厲，就係話係咪我哋一直由政府到民間自我感覺太過良好，所以咧缺乏咗一個警惕性。咁其實就先黃東所講就係話，我哋咧將太多嘅注碼咧擺喺一條船嗰度啊。咁其實今次嘅自由行嘅收緊咧，其實只係限於廣東省啫喎。咁即係話只係限一個省啫，咁已經係出咁大件事，同埋引起嗰個整個嘅行業咁大嘅變化。咁即係話可以睇得到就係話我哋嗰個客源咧係過分單一啦。頭先講翻，如果我哋嘅 marketing 係做得好啲，我哋係咪即係如果過去嗰幾年嚟已經有5年嘅時間啦？如果我哋已經係開拓咗好多其他地方嘅客源嘅時候咧，咁我哋可能唔需要過多咁樣依賴自由行嘅政策喎。其實而家個問題就話咧，好多時而家咧，如果我哋即係好似話，而家未飽和嘅，其實仲深嘅危機可能仲未蒲出嚟喎，即係而家未飽和，可能咧將來或者呢1-2年或者今年下年，可能有啲大型嘅賭場咧都繼續開，咁變咗就有啲小型嘅賭場咧，其實開始就會萎縮嘅喎。萎縮之餘，呢班過剩嘅人咧，如果你有能力，當然可以俾大嗰啲賭場，即係到佢有選擇，即係唔係話買家，即係唔係僱員嘅市場，係僱主嘅市場嘅時候，僱主咧就要揀卒㗎啦。僱主係邊啲好嘅先啊？好啦，如果你再係迷思啊，到個夢仲未醒，以為話喂，我點到我就算唔增值唔咩都好咧，我咁多賭場，而家個個都話喂，我哋咁多賭場幾千萬遊客，我唔憂做。其實當物競天擇，即係話大家競爭嘅時候咧，可能最後咧得3-4家賭場咧，就係揾到食嘅啫。可能有啲偏遠啊、汰弱留強嘅時候咧，市場機制，而且佢既然係我3-4家都係咪都嚟㗎啦？佢用嘅人咧，就會係唔需要咁大量嘅台，即係佢每一張賭台嗰個值就大嘅時候咧，佢就唔需要咁多張賭台噶啦嘛。而家就唔係噶嘛，而家就分散到好似漁翁撒網，立生意先，立個市場個 market share 個市場嗰個佔有率先。而家佢就猛開嘅啫，但係到時睇佢呢班人嘅時候話，即使話喺本身 dealer 方面咧，
都要競爭㗎啦。其實就話係啊，其實我都同佢哋同業有傾過㗎。譬如話對於嗰個外來嘅一啲叫做中低級管理階層，譬如可能有啲係馬來西亞嚟嘅，咁咧連佢哋自己都話咧，其實呢啲外勞咧，其實係有佢哋嘅優勝嘅。佢哋精通幾國語言，廣東話、普通話、英文。咁啊，跟住咧，佢哋咧收嘅人工咧又稍平，咁咧同埋咧人哋咧就做嘢方面咧係好落力嘅嚇，咁咧所以咧其實當我哋會見到有呢個競爭嘅時候咧，其實本地人啊嚇，即係當夢醒之後咧，即係點樣去自我增值翻，同埋喺短時間係咪咁快培養到做 super 嘅一個嗰個質素咧？其實一個管理階層唔係話淨係對住啲牌㗎，你要管人，要管行政，要管其他嘢㗎嘛。即係話就話 super， 其實我升一級好似好簡單，其實升一級當你管人同埋對住其他簡單嘅日常操作嘅時候係兩回事嚟㗎嘛。好多技巧係咪可以短時間之內能夠即刻將一班人可以晉升為 super 咧？所以就係Super 個問題可以反映，早就已經反映咗響賭牌開放1-2年，我已經發現一個問題就係、澳門人真係冇咁足夠嘅人力去做 Super 呢個位。點解？因為頭先展鵬講咗一個稍為低少少咁多嘅人工，唔係低好多。但係關鍵佢哋有兩樣嘢，澳門人係比較缺乏嘅。第一，經驗係啦，經驗管理經驗。第二就係咧，佢哋比較敬業牛，就唔會話喐啲又唔翻工啊，或者係遲到啊，或者係點樣，即係對嗰份工嘅嗰種歸屬感或者認同感咧，係比澳門好多人要強咯。咁所以嚟講，佢哋嗰個競爭力強過澳門本地人，亦都令到點解僱主希望多請啲佢哋係有原因嘅咯。兩件事係相輔相成，唔可以完全怪晒僱主問題。當然響而家咁嘅形勢底下咧，亦都應該係勞工方面，即係響本地人方面咧，亦都係應該去強調點樣去提升自己嘅競爭力。我相信都係其實政府最優先要做咧，就係話整體嚟講提升澳門人嗰個競爭力，好過樣樣咧就係話存咗一個偏向一個保護主義，即係啦，冇錯，反而更加好。好，今日時間又到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